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内政部公布着上新的买厝痛苦指数，平均大实来到9.58倍，搁来创下着新高。这代表民众都爱无食无啉超过9年，安尼买厝才买会起。它目前呢，全幢是30坪2房1厅。起伫咧台北市上热闹的地段，室内无到30平，敢若租金一个月大概5万，比一般上班族薪水搁较悬。若要租厝、买厝搁较难。内政部公布上新的买厝艰苦指数，台北市同款排第一，悬要16倍；新北市嘛超过12倍，台中市11倍，台南市、高雄市、桃园市嘛伫咧7倍到9倍，规个全国平均值悬要9.58倍，代表民众平均爱无食无啉超过9年，才有才调买厝。不过以年前倍数来看，相关的电脑是伫咧台南市、高雄市和台中市，拢比北投悬。台湾刚好过去这2年是史上最低利率，那包含说像现在因为通膨的压力啊、缺工啊、缺料啊、塞港啊、外劳无法进来等等这些因素，会让人家有一种好像我现在不赶快买的话，就未来就更买不起的这一种群众的这种心态。那今年头一季的厝贷款的负担率来到38.35%，贵前0.52%，代表厝贷款的负担率连续2啊低，种种因素贴关房市。不过嘛，房产大脑和中人业者拢认为，厝嘛是有可能会阁落价。亲像高雄、台南、台中和桃园，拢互点名新厝伤过济。专家学者嘛提醒，当股市头兴兴尾也冷冷的时，对房市嘛产生无好的影响。后半年有机会会转做买方市场。房地产不可能永远只涨不跌。那现在其实整个市场都明显降温了，包含美国升息等等，台湾升息未来也生生不息，房贷压力越来越重的情况之下，确实有可能会反转向下。根据各大卖厝中人业者统计，这3个月买卖量拢有降落来，不过嘛是有真侪人伫咧看厝，就看后半年的房市会往倒一个方向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